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25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昨暗新北市邦桥一个无驾照30外岁货车驾驶，亲像食毒赛车弄伤4个人，其中1个重伤，驾驶搁拒绝验尿。中共9月初3要举行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搁邀请国民党的老兵参加。咱的国防部长是讲，这是统战文化台湾。明年全国中小学1月2日到23先补课加歇寒，过年是歇9日，过年搁加上歇寒，计共歇30天。来看昨暗晡新北市邦桥有一个30外岁货车驾驶，伫学校附近去弄到真侪台汽车甲奥多摆，有4个人着伤，其中有1个人较严重。警方调查，这个驾驶无驾照，伊的电子烟有毒品的反应。也毋过，伊拒绝验尿，警方怀疑讲伊有食毒赛车，嘛报请检方来核发强制采验的许可。另外，昨午新北市的三重埔嘛有骑奥多摆民众拒绝检验绕跑，去弄到奥多摆，警方嘛抄到海洛因等毒品哦，嘛甲伊移送法办。这只奥多摆惊去互警方抓到，油门吹真凶，毋过是撇来撇去，抓去弄到共向的一台奥多摆，害人跋倒，所来伊嘛共款摔落。敢若是违规停车，警方去甲临检，这个骑士煞是心虚，向拒绝临检，准要逃走。原来是因为伊的分数顶有藏毒品。附带搜索从你们车上找到的，没关系啊，不是你的，随便你讲啊。案件发生伫咧新北市三重埔，日时暗时这个涉案的骑士甲伊载的人，拢去互敲出有炸毒品，包括海洛因、安非他命、甲伊托米酯。警方嘛有甲因验尿，李称感受食毒骑车，当场逮捕，依法侦办。全案讯后依公共危险罪及危害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侦办。目前影响2个车道。救护车赶去现场，把受伤的人救出来送病院。同一天，伫新北市邦桥嘛表出那场食毒赛车严重的车祸，车祸造成4个人轻重伤，其中1个人有昏去。几啊台汽机车伫路口咧等车阳顶，向有一台货车为后壁驶过来，不过伊速度一点仔都无放慢，头前几啊台车全咧甲弄落。有骑士是规个加入汽车下底。当然是很可怕，如果说今天是学生放学时间，就会跟那三峡那个事故。我看到的时候都跌倒了，人已经在车底下。现场会当看到车壳的碎片，涂骹嘛真侪血的痕迹。这场车祸发生伫日时暗时6点外，伫中庆路甲成都街的路口，这边都是国中，是学生上下课的范围。警方调查。这个共弄到30多岁的司机，伊的驾照已经从记点注销，嘛怀疑是食毒赛车。双方当事人均无酒驾情事，肇事原因暂待调查厘清。这个涉案的驾驶拒绝验尿，而且互敲出有电子烟，烟油内底验出伊托米酯阳性的反应。警方已经向检方申请许可，要甲伊强制采检，来厘清感受食毒赛车。公司新闻新北报道。再来看台北市警察局有一个姓郭警察，被指控讲涉偷窃，受害者包括同事、办公的民众，还有去借便所的查某人、未成年少女，中将近60个人哦。台北地方法院今仔是以5罪判伊12档的有期徒刑，涉犯各处罚的部分是判1档2个月，会当搁上诉。台北地检署是指控讲，这个姓郭警察对2020年开始哦，设伫派出所的无障碍的便所来偷藏摄影机，引起便所的民众。伊个伫超商装摄影机，嘛捌伫救病人的时候偷窃。检方对早嘛发现讲，这警察咯，佮有加入创意书房，收藏未成年少女的性影像。这案另外一个再侦办。再来看最近哦，国际情势真紧张，嘛影响到经济。今仔早起，立法院的经济委员会就要求各部会就爱来协助产业来应应汇率的变化。今仔早起，代表汇率嘛，因为以色列甲伊朗停火，佮有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尔表示讲7月可能会降利息哦，所以新台币换美金的汇率早起又佮起破29块4，嘛起到3档来的新高。
国际局势是大变化，以色列甲伊朗的战争停火，美国四大指数伫收盘时是全面起，带动台股25早盘继续开悬，盘中是冲破200点，上悬是捌来到22,417点。另外，新台币换美金开盘6分钟就升破29.4块，无到1点钟又搁大升1.56仙，到29.38块，又搁创3年新高。我们预期下半年的经济成长率大概是0.78左右。是，那所以是0.78，因为它包括了我们预期我们的出口会减缓，因为出口已经提前出货。但是还是有负面冲击，产业国际竞争力会下降，所以我们才要做因应嘛。我想，因为那个汇率对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冲击。关税冲击继续，要加上台币汇率抢悬，对产业的出口是真不利。国家也预估讲，下半年会走向放慢。预估立法院经委会也讨论各部会安怎协助产业。更较关键的，佫有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尼最近表示，若准整体通货膨胀维持稳定，联准会政策可能会转向放零，有可能伫7月时降利息。外界也关注讲中央银行敢会对咧行。本行将持续关注国际政经情势对国际油价与国内物价的影响，采取妥适的货币政策，以达成维持物价稳定的法定职责。我们接下来2个月的天然气的发电量然后怎么样去稳定这样子的一个天然气的一个进口？对这个中长期的契约供应商，我们有跟他在联络那希望他能够提前来交货。另外，国际油钱因为战争变动真大，各界烦恼航资海峡若是互封锁影响真大。各界呼吁政府更较清楚规划。经济部长郭志辉表示，经济部已经成立紧急应变小组，强调目前的情势是朝向乐观的方向。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台铁甲高铁的董事长换人做咯，这2个新的董事长今仔去立法院报告。台铁的董事长陈光远互问到讲，伊减薪要来救台铁哦，伊是表示讲伊无委屈。另外，互外界质疑讲无交通背景的高铁的董事长苏德，伊是讲未来高铁会交新车，民众敢会满意是伊的挑战，各界买当来检视。这场高铁引起无负交通背景者评论。高铁当作苏特第一摆去立法院报告，朝野立委拢提出因的愿望。高铁董事长这样一个重要的位置不能只是一个高级的实习生。你有没有交通专业？有人帮你管家？你有没有经营专业啊？现在考验正在开始。我们现任这位施董事长可能比较缺乏，过去可能看起来没有交通相关的这个专业。其实考试的铃声早已响起，答案还不知道，但是考卷已经发下去。它其实是一个公开的 open book 的考试，它的验收期间、交卷时间其实就是在后年20年上路的时间。即马高铁新买列车自2017年下半年会上线，苏特表示会推行高铁1.0专线，包含车站甲列车设施、旅客服务甲收费资讯等方向。新车上线之前会继续检视运营，7月开始也停班。另外，为高铁转代替当做的电工馆也第一摆回应降薪救会。董事长会调到台铁会有委屈吗？没有委屈，还是很乐意的接受这个服务。当然很乐意啊，就是这样。他们一讲很答应说 OK。一棒接一棒啊，这个一棒接一棒，我相信接棒的都会非常棒，会往前更做得更好。电工馆表示，上任了主要任务以旅客需求做导向，3大目标是安全准点加便捷。另外，增进员工福利，除了第一线员工津贴，中介主管加级。甲业界拢有明显落差，会继续检讨调整。公司新闻台北报道。来看花莲台东拢有3轮车通走来设风景区，也毋过嘛接发生意外。台东县政府就要求业者就爱提供符合安全规范、经过验车的3轮车而且就爱向县政府登记了后，才会当造福民众。地上老田区进入观光的大季，真侪游客会坐3轮也是4轮的脚踏车，载亲戚朋友豆豆骑车看风景。但是过去常常发生刹车意外，这个月台东县府正式实施3轮以上营业用慢车登记管理办法，要求业者改善车的结构的安全，办理检车的登记甲保险才当上路。真侪业者拢已经改善含登记，让游客当做安全的3轮以上的慢车来去佚佗。重要的地方就是
有安全带、防菌装置，还有我们的后照镜2个，能够符合大众的需求，符合业者的需求，能够让我们整体的慢车纳入管理。官府强调，这界定3年以上营业用慢车登记管理办法是针对以卡踏为主、电力为辅的慢车。不过，在道路上，要是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来规范。关警局关山分局表示，在休热旅游的大过期间，会加强处理甲无按照规定登记的车租予游客业者，相关罚3600。倘若有业者违规营运，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9条有关慢车规定告发。官府统计，关山甲地上有800多只的慢车。关山分局分析，最近2年的塞车意外，大部分拢是人操作无好势，或者是危险驾驶。官府也呼吁业者做好游客时，爱加强操作的指导，避免发生意外。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教育部公布，明年全国中小学1月2到23都爱先补课，刷来只hiệu寒，有9日的春节咯。对1月24放到2月22，所以过年佮加上hiệu寒，计共放30天。全国中小学hiệu寒固定21天，115年中小学刑事立草案原定1月2到2月初10hiệu寒，也毋过2月11到13开学上課刷落来就是農曆過年。因法部分家長認為無容易安排假期，教育部24到22縣市教育局處甲相關團體達成共識，2月11到2月13放假，1月21到23補上課，嘛就是講1月24到2月22休寒甲過年有30天。全國22個縣市從學習上的學生學習考量，還有家庭在許多的這些假期小孩的安排裡面，最好的一個方式。高教明根據政經內部調查表示，維持原案甲希望假期連續的攏有意見無共款，也毋過大家攏會當接受的是提早公布。過往都會有一個經驗，就是一直到年底，一直到最後的時刻才公布，才來討論，那其實是不恰當的。1月21到23補上課，而且是第2學期課程。教育部表示，會按過去日子協調冊上，在上課日進前完成提供，且學校如期來發放。全教總指出，除了課務，真濟行政作業嘛要提早營運。比如說代理老師的一個問題，那他可能就要提前來。他的聘期的部分要提前處理，甚至有些是2月1號退休的老師，那後面就不是他的課啊。那你這邊來做處理，這些東西有關整個行政事務還有教學事務，不是只有教材這個方面的問題。雖然敢若3天變動，也毋過全教總強調有經驗的行政甲無經驗的行政有真大的差別。若是學校拄到行政人員變動，可能後續會產生一寡無必要的困難。公視新聞台北報道。檢方針對罷免民進黨立委陳瑩的罷免案，他查出講有造假哦，嘛通知國民黨中央黨部的黨工去調查局來說明。另外，罷免國民黨立委羅明才的罷團今仔嘛去報警。另外，國民黨立委陳玉珍哦，今仔嘛代表黨中央各立法院的國民黨團去提告，伊是質疑講罷免哪位的團體人數灌水檢調攏無要偵辦。我們現在有太多的受到這種黑道威脅的傷痛跟過程在，所以今天我們必須要站出來，不想讓我們的下一代繼續活在這一個黑暗、黑道統治的恐懼之下。罷免國民黨立委羅明才的團體2月報警2035份的理解連署書到新北選委會，不過領銜人吳必偉進行傳出和毆打恐嚇，甚至發表不自殺聲明。我們警方的立場一定是嚴查嚴辦，那對於罷團，我們會加強安全維護。以及這個建立聯繫的管道，不容許這一些相關的一個恐嚇案件的發生。也那前一天，羅明才嘅新店服務處接獲檢調調査，查出新店服務處主任等人涉嫌偽造民進黨新北市議員陳乃如嘅罷免案提議書，和北檢約談。羅明才辦公室表示尊重司法，不過呼籲檢調應該保持共款的標準來偵辦。去告發的人也都不是我，但是我希望真相終會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檢方繼續偵辦專題罷免不實連署案，民進黨立委陳瑩的罷免案在第1階段出現193條死亡提議人，檢調修正了後，24傳喚國民黨中央做法規黨工到調查局說明。會不會擔心這把火可能接下來會燒到黨中央的決發會？那部分我們這個經過司法調查，謝謝。辦的通通都是國民黨，辦的都是
这个霸立委的案件，所以希望司法要拿出真正的良心来。面对司法的侦办，哪位陈玉珍是代表党中央，也有立法院党团启灵提告，这个真侪罢免哪位的罢免团体连署灌水，不过检调煞无动作。选罢法明明白白规定，第一阶段的提人不能再当做第二阶段的连署人，尤其台北市全部都是90%以上的灌水哈，是不是同一个笔迹呢？检调单位你有没有做相关的调查？死亡念书他必须依照职权告发，请大家去问一下中学会有没有依职权告发。国民党的造假联署、伪造联署，极有可能从过去发动的公投案，乃至于这些罢免案，都是一条龙长久以来的组织文化。那也呼吁检调公正办案，卖商票。若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是强调，那也应该先对不实连署来回实力，强调和证据讲话。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民进党高雄市长的初选立委区议员早起成立竞选的办公室，另外嘛想要投入初选的立委柯志杰甲赖瑞良，今仔拢伫台北开记者会。柯志杰是望讲会当争取台积电伫高雄的桥头来设厂，赖瑞良是望讲利用 AI 来改善高雄的交通。接过回溯，投入民进党高雄市长初选的立委区议员，25透早伫三民区成立竞选办公室，永延会重要角色经立委赵天麟带主地兵来祝福表态支持。邱议员委员他的能力跟他的对高雄的热情打动了我们，然后我们来支持他，所以是不是什么派系，我想已经不重要了。在市中心的据点，那也方便跟很多的市民朋友做很多的沟通哦，所以市区的选举也需要我再多花一点时间在这边，让更多的市区的市民朋友们对我有更加多的认识。选区伫大基美地区的区议员，选伫市区成立竞办，展现决心，唔拿现任立委议员到场支持，连同款要参选的立委柯志杰，嘛由小弟柯志胜代表来祝福。柯志杰本人伫台北开记者会，争取台积电一来面伫高雄桥仔头设厂，并指国民党前青年部主任陈冠安后一个出局者的讲法，意图把我边缘化，正是因为我才是国民党最怕的对手。地方有许多泛蓝支持者，曾当面跟柯志恩说，如果民进党不是提名许智杰，才会支持柯志恩。民进党高雄市长初选，随着柯明春、林黛华分别因为涉贪甲查领助理费传出争议了后，选战愈来愈热。局系想要参选的立委赖瑞良，锁定交通议题，发表智慧交通5大计划。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无人载具的方式，持续在高雄来推展，特别是现在包括要找到公车驾驶也并不好找的状况下的时候，那走向这个自动驾驶的公车、自动驾驶的无人载具，这是未来的趋势方向哈。提出透过 AI 等技术来升级高雄交通系统，连赢3个参选人伫政策顶悬拢有想法，分别提出相关计划，希望会使成功出线，代表民进党争取高雄市长大位。公司新闻陈环宇、柯正俊高雄台北报道。中国宣布9月初3要举行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的活动，嘛要邀请国民党拍过抗日战争的老兵参加哦。咱国国防部长顾立雄今仔是强调讲，对日抗战是中华民国拍赢一场战争，中国利用统战要来分化咱台湾社会的团结，望讲民众甲军人都唔通受到中国的洗脑。中国宣布，为着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9月初3会伫北京举行盛大的阅兵典礼，由习近平亲身主持，并且发表重要谈话。佮讲会邀请国民党抗日的老兵到场观礼，这也互国防部长顾立雄讲谈话回应。中华民国所率领的来打赢这一场抗战的胜利，不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我想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中国一贯的用这种统战的伎俩来分化我们社会的团结，这些退役的老兵要警惕。强调抗战是中华民国拍赢的，顾立雄呼吁讲，退役军人不应该受到中国的分化甲诱拐。陆委会更加严正警告，相关人员若参加中国党政军的庆典，会失去退休俸。他可能需要一种展示。但是真正的一个战力，我想并不在于这种展示，密切的收住这个共军他们所可能使用的这个侵台的这些手法，那这个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关注的。
也拿各界关注，伫以色列甲伊朗的冲突之下，美国总统川普发动半面推压的行动，就是伊朗的核设施，敢是也对台海局势传达相关的信号。哪些可以作为我们国防精进的建言？可以看出来，还是有很多的战术战法，然后还有相关的欺敌的这些作为，都可以作为我们借鉴。台湾的这个失守可能会造成第一岛链的失守，那美国的话，它也会不会说来做介入？印太的战略最核心的一个目标，当然还是在于防止印太地区，当然重点在台海地区，当然也包括南海或者甚至东海等等。没有任何的战事，还是它最优先的一个战略目标。各地方分析讲，美国唔那是展军事力量，是展现必要的时保卫核心利益的决心。也那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也是美国的核心利益。同时阵，国军也密切监控中国辽宁号、甲山东号双航母飞行情形，也佮有解放军最近行动敢有增加的趋势。各地方指出，最近并无出现古怪的情形。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总统川普昨是宣布讲，以色列甲伊朗同意停火了，也毋过这两个拢讲伊是因家己拍赢。另外 ，CNN 等媒体嘛指出讲，美国的情报机构机密的苹果是指出讲，美国轰炸伊朗的核设施，也毋过并毋是川普讲的有彻底甲伊毁掉，敢若是互伊朗的核计划倒退几个月尔。白宫嘛随背回，嘛强调讲，媒体的消息是完全错误。以色列甲伊朗就是讲袂听，美国总统川普生气啊，而且呢垃圾话。That have been fighting so long and so hard that they don't know what the they're doing. 川普前几日才宣告以色列甲伊朗已经同意停火，不过伊的话才拄讲出嘴，以色列二是下晡依然轰炸伊朗一个瓦德海兰雷达站，指控伊朗伫停火成效了后，依然对以色列发射弹道飞弹。伊朗革命卫队表示，飞弹是在停火成效进前发射。这中间，川普紧急甲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通话，纳坦雅胡甲川普讲，已经派出了机队无法度调回，不过也对川普的激烈阻止甲警告，目前以色列甲伊朗好亲像已经无更较大的动作，不过两个拢是讲因胜利。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宣布，以色列引起的12日战争结束，已经准备好甲美国重回谈判桌。根据消息人士情报，美国进行对伊朗核设施的攻击，并无亲像川普所讲的全面摧毁伊朗核计划，真可能只是互伊倒退几个月而已。初步评估报告是由国家大厦的国防情报局制作，由美国媒体 CBS、英国广播公司 BBC 甲其他媒体来报道。白宫表示，这评估完全错误，是明显想要贬低川普总统。公司新闻恩文玲编译。美国加州的研究人员将几间更崛起的十层楼高的建筑来进行大地动的测试，发现讲耐震的效果是真好哦，嘛突破过去上悬只当起6层楼高的限制。这栋10楼起的楼厝拄着地动地啊有厉害呢，不过免着惊，这毋是真正的地动，是圣地亚哥的研究员伫大楼下底安装有链的地动器，当咧测试建筑结构的完整性。加州是地动活跳的地区，1989年旧金山规模6.9的大地动，1994年洛杉矶地区规模6.7的北岭地动，分别造成63个甲57个人死亡。专家用感光强度的地动来测量质量较轻的更固大楼。In earthquake-prone regions, lightening up your structural system is going to be critical because Newton's law doesn't go away. Force is mass times acceleration. If you reduce the mass, then you've automatically reduced the forces. That's really what we want to do as structural designers. 专家认为，轻质的建材会当减轻地动的灾害，所以这摆的实验特别用超薄的钢材起做的10楼厝做测试，结果发现耐震度真好。成功打破这种建材敢会当起6层楼的相关规定。另外，这项测试嘛咧观察建筑钢线甲加强的零件敢有动头。So we're looking for an innovative building system that we can us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t can work in earthquake country as well as everywhere else, can be constructed quickly, can be sustainable. 专家希望用这届测试做基础，替建筑工程建立新模式，会当起诉更较轻、更较袂遐快伫地动内底受损的主体。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最
最近这几档国际上有袂少的战乱，台海情势嘛真紧张。另外，咱台湾的地动天灾嘛袂少，所以有愈来愈侪民众拢有防灾避难的心理准备哦。有袂少专家嘛呼吁讲，平常时得当来准备防灾的避难包。今仔解拍新闻哦，特别请雅顺来教大家避难包是安怎来准备。是主播。咱台湾若是去面对着中国军事威胁，这地动、风台等等这寡天灾嘛是真歹暗算。所以平常时啊，咱的防灾准备就真重要。伫咧万一遇到灾害需要撤离的时阵，就较免遮尔惊吓、遮尔青光。最近这准备避难包也是引起大家关注。到底这避难包内底应该爱准备啥物？第一，就是一日至3日份的最佳粮食，咱会当来准备营养饼、巧克力豆、罐头等等这寡会当放较久、较会当止药的物件。咱若是有囡仔的嘛，就爱来准备牛奶粉、甲牛奶干仔，嘛会当来准备真空包装的副食品等等。过来讲到的是个人的药物甲卫生用品，亲像慢性病药啊，也搁有喙暗、女性需要的卫生棉，若是有老人囡仔需要的嘛，就爱穿药珠啊，也搁有一寡基本的医疗用品，譬如讲絆手铐、贴布、护带、三角巾啊等等，若是万不咱受伤的时阵，就会当来做紧急的处理。也搁来看到第三项，就是要来准备衫裤甲毯啊，寒的时阵就有通好用。搁有一项真重要的，就是要准备鞋啊。因为若是常常发生灾害时阵，咱一定要穿鞋啊，避免咱的双脚去打到玻璃、喙石啊擦着伤。当然嘛，会当来准备手套，共款是防止咱的双手着伤。上尾要来讲到的，就是影印的证件，也搁有一丝丝仔钱，也包含着一寡银角仔。若是要买物件，落自动贩卖机都有通好用。搁再来就是爱准备 BB 啊、手电啊、电池、手机仔的充电线，也搁有多功能的随时刀、地图等等，这拢是真重要的救生用品。而且提醒大家，上好是爱半冬就爱检查一下，确定这物件无过期，也搁会应急。嘛，得爱确保这避难包是放伫咧方便体所在，若是发生紧急状况的时阵，随时关咧，就会当赶紧走。虽然咱大家拢无愿意看到灾害，总是讲咱平常时要将这避难包穿好好势，就甲买保险共款，当着意外时阵会当互咱加一个保障。今仔日咱来解破新闻就先讲到这，现在将镜头交转去互主播。感谢雅顺哦，咱继续来关心美国电商亚马逊的创办人贝佐斯，一礼拜要搁结婚咯。婚礼哦，本地是要伫意大利的威尼斯来举行，也毋过当地民众早就真不满讲观光客上过济哦，所以嘛无法度接受讲有一大群好野人要来威尼斯办 party。落尾哦，这婚礼嘛换所在举办。若准你有才调，甲规个威尼斯做落来办婚礼，安尼你应该有能力拿搁较济税。绿色和平人士做开铁开这张大标语，抗击好野人，亲像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虽然有真济财产，却常常透过各种方式闪税金，也是纳真少。即马煞搁会当真拍手，甲威尼斯用来举办私人的车发婚礼。The problem is not the wedding. The problem is the system. We think that one big billionaire can't rent a city for his pleasure. We think that the people would have the same power, the same direct. So we think that all of us have the same space. 这场婚礼按上开9亿个代票，要邀请大约200位人客，其中包含美国总统川普的查囝、伊凡卡甲囝婿寇希纳，阁有真侪来自电影界、时尚界甲商界的名人。法新社报道，贝佐斯甲未婚妻宋基斯开数百万美金，对2到28伫威尼斯举办婚宴。至到至少有95架的私人飞轮机申请伫威尼斯马可波罗机场降落，在地居民直直受到威尼斯贵岛旅游带来的困扰。这个又搁来真侪名人甲因的亲人，阁有一大阵的保镖，真正会袂堪的。不过也有人认为，好野人来到这会当带来商机。饭店组船体验贡多拉等产业，会当有大约4800万欧元的经济效益。威尼斯的市长对贝佐斯因的来访是真欢迎。E quei venti che mettono a coro è chiaro che speculano sulla sua immagine, però Venezia ancora una volta si rivela essere un palcoscenico mondiale. 抗议团体发起无空间予贝佐斯的活动，抢讲要封锁运河，甚至要用官方的国旗
封盖人客入场。最后，配做师决定甲婚宴的地点改去四边拢是水，出入会当控制也深入电影空间。必须配做师改变婚礼场地，互抗议人士看作是因的大胜利。更加批评这寡好业人过车坏生活，煞无看到威尼斯因为气候变迁受到海水侵蚀，也有做大水等到艰苦的效果。不过路透社报道讲，配做师会为这场婚礼捐真济善款，包含共买3,000万台票，要互研究威尼斯内海生态系统的研究机构。公司新闻黄文良编译。再来看台中的高美湿地哦，有一间开3亿6千万起的游客中心，也毋过伫今年的2月，包括鹿野区，阁有景观餐厅拢暂停营业咯。有民众哦，阁反映讲游客中心内底嘛在漏水。台中市政府是表示讲会请厂商赶紧来维修，本地5月特别开放营运哦，即嘛延到9月。跳蛙甲天棚中啊，不断有水洒落来，外口咧落大雨，内底是咧落小雨。有民众将台中高美湿地游客中心建筑物漏水的状况翕落来，实际来到现场看，这是游客中心1楼通往湿地方向的顶仔卡，表面有漏水流落来明显水粒，游客是感觉真旱。当地人讲根本唔知影要向向反映。我觉得就是相关单位要去注意，然后要去改善。对啊，因为现在这边的观光客蛮多的，系啊，会觉得很夸张。对，有一点。当你讲，但是咱讲的就无效。啊，就一个头人咧讲，你讲就讲，我就讲了，就讲无效。开3.6亿兴建的高美湿地游客中心，启用敢若5年多，但是现在场馆全部拢无人，龙野区甲景观餐厅拢暂停营业。原定5月底进行2项设施恢复营运跳票，互游客是感觉真失望。现在场馆漏水，互这个情形更较严重。台中市府表示，游客中心是委外厂商经营，初步检查漏水是海风盐化、甲建筑接碰的所在风水残老化所造成，但是无影响到安全，会请厂商安排修缮。因建物接缝处的防水层老化及海风盐化产生裂缝，导致漏水，尚无影响使用安全。已派工将视天气稳定后进行修缮。台中市建设局强调，会全面检视游客中心基础设施，优化餐饮的空间。经营团队已经报请征收，延到9月才会恢复营运，而且会来规划更较多元的活动。公司新闻台中报道。来看数位时代哦，私密的性影像伫网络传播的问题是愈来愈严重。卫生福利部统计哦，去年青少年性影像的通报案件就超过3100件，是2018年的5.7倍。有民间团体嘛望讲会当透过教育，互学生来了解安怎保护家己，嘛保护别人。无论是南韩的烟荷帮事件，还是这几年台湾创意私房性影像事件，拢互社会意识到儿少性剥削严重性。公共卫福部的统计，到2024年，青少年性私密影像的通报案件就超过3100件，是2018年的5.7倍。有民团针对全国22个县市各中高中职学生做调查，就发现会翕家己私密影像互人的几率，对2018年1.01%到2024年增加到2.14%。他常常会说：“你多露一点啊，好，然后你给我看什么啊，那我就多送你一点礼物。”交友团体里面的文化，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如果青少年他暴露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那就可能导致他的风险会提升。另外，协会嘛指出，若是学生平常时都会互相分享色情信息的风气，也是同学之间对身体接触用性的方式看待，嘛会减少青少年对性的风险意识，甚至主动性剥削。为着要加强防治，台湾电视协会嘛甲台湾放盘教育协会合作开发教案，互老师甲家长有工具，教囡仔安怎来认识风险，保护家己。我们要谈的一件核心的概念就是，其实老师你不用害怕，就是我们其实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教案、教学的引导跟讨论，是有机会把这个内容带学生认识、接触更多的孩子。一旦他的影像被自拍，然后甚至被诱拍，然后上传到网络之后，就无远弗届。今天展示又往前推进一步，发展一个这个我们说的这个防御力很有效的，从前面预防端开始。台湾电视协会表示，性私密影像这份教案会放伫咧网络公开，互社会大众使用，结合所谓公平使用的主题，按违法风险、提升保护家己意识出发，希望透过教育，互学生囡仔了解网络交友的风险。记者卢尚如、谢桂林台北报道。
原住民族委员会伫2018年伫南岛论坛来演出阿美族基米部落勇士舞，因为无部落的授权族人是认为侵害到因的智力财权，所以提起国赔诉讼。也毋过官司一直审拢败诉，上诉到最高法院嘛方驳回。族人是强调讲，因会来争取到底，嘛无排除申请释宪。诉讼6年外，基米部落勇士舞侵权案伫5月29最高法院裁定驳回上诉，互基米部落族人拢硬气，无法度尽动法官认为，若是重大活动，各有文化推广性，都应免摕到授权擅自使用。那个公共利益是谁的公共利益？你现在已经是在剽窃、盗用，甚至于说出卖部落的权益。我觉得我们是被背叛了。原住民族传统智慧创造保护条例伫2015年实行，法院最尾向基米部落勇士舞伫今年4月申请通过，摕到原住民族传统智慧创造专用权。不过2018年，原民会伫南岛论坛无经授权，就表现基米部落勇士舞，基米部落就告原民会等单位侵权，佮要求国赔。听起来是觉得蛮遗憾的，有一些法条的事情，如果能够有更多原民观点的，或者说原民文化的观点的思考，我觉得应该会比较好啦。原民会表示尊重司法判决，强调这场诉讼是主管机关甲部落拢上诉，望因和解。景美部落发的这些声明嘛，其实我们都有把它列入未来修法的一个方向。传统智慧创作保护条例96年到现在也才修过一次，而且修的并不是其他的规定，所以第一个就是它必须要去做调整。基米部落族人强调会抗争到底，会展开民间倡议以外，也无排除申请释宪。公司新闻华联报道。宜兰县的头城有真侪路的标线拢无啥清楚，黄线、红线拢看袂清楚，嘛造成执法交通事故的认定定定有争议哦。有民意代表就建议讲，应该把标线嘛当作是乡镇公所路边专案的评核。车路顶悬的双黄线规个褪色，有的敢若剩一条，部分的路段甚至规个无看。那路边的白线嘛画了无清楚，有的甚至会当看到红色的油漆伫顶悬。因为是红线，就有民众停车了后去用开罚单。阮囝一遍你也用罚钱，你知啊？还用罚1,800块。伊即马你也看，伊有红的嘛有白啦，到底是会使停啊未？如果标线较清楚会较好嘛？是啊，我是希望是我们政府能够改善一下。宜兰县头城镇有真侪所在是由镇公所维护管理的乡道，因为标线画了无清楚，造成执法也有交通事故认定的困扰。根据县府的资料，镇公所已经连续4季伫路边专案计划评分去用拍评级，按规定要求公所去县务会议说明精进作为。很多在民众可能在一些车祸事故的一个厘清的状况下，有时候甚至可能就因为这些标线的清不清楚而影响后面的一些权责的厘清跟判读。有民代建议讲，县府针对各乡镇公所路边专案的评分，应该爱甲画标线这项，加做其中一项的分数，而且落实奖励甲处分，互表现无好的公所会当较谨慎，嘛才会当达到改善的效果。那我们会在今年的下半年针对于各乡镇市公所在道路的标志标线的维护上面，我们会来修订相关的考核的办法宜兰县乡道有甲450公里。要管理嘛，要靠公所，也有县府来分工。县府表示，今年第3季甲标志、标线设置的情形，列入去考核内底其中一个分数，嘛有提悬占的比例。希望透过落实考核的工课，提悬车路的品质，嘛希望各管理机关会当做好相关预后的工课。公司新闻宜兰报道。7月有真侪考试伫中华的开化寺头摆是开放考生会当去参拜有8米悬的观音菩萨，佮会当摸佛卡来保庇，考的拢会晓写，写的拢对。原本敢会当徛远远看的观音菩萨佛像，即阵会当近距离参拜。7月有大学分考测验，公布真悬国家考试，侪重要的考试。中华市公所特别伫开化寺举办考生祈福活动，佮头摆开放考生参拜伫厝尾顶有8米悬的观音菩萨佛像。因为我想要考国考，那我想要就是
来摸那个佛祖的脚哈，就是可以保佑我可以考试顺利啊。咱彰化市有这个活动，会当起来观音亭遮画观音佛祖。囡仔要考试的人，我感觉讲会当叫因来遮摸佛脚，让厝内底的囡仔会当中状元。市公所表示，开发时建庙已经有300年的时间。这尊8米悬的观音佛祖神像是伫921地动了后，才安伫咧礼佛堂的厝尾顶，是彰化城正重要的象征之一。这边的考生祈福活动，除了团拜、点文昌灯等等，上特别的是开放考生参拜观音菩萨的神像、蒙佛卡，透过仪式祝福学生考试一切顺遂。拄着考试，要来考试，你要做准备。那么来拜佛祖吼，互咱更较有信心，来考试更较顺利。这甲临时抱佛脚吼，这小可无共，那是临时抱佛脚。市公所表示，开化时是佛教结合道教的世俗庙，正殿服侍观音菩萨，后殿服侍文昌帝君、土地公等等。举办祈福活动，除了要加添考生的自信心，嘛希望透过轻松趣味的技术，增加民众甲信仰文化连结。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为特别了解二级保育鸟类海鹰仔伫桃园沿海生态的状况，桃园市野鸟协会逐当的5月甲6月拢会来进行全面的普查。今年嘛发现讲大只甲细只海鹰仔的数量拢比去年较侪哦，生态地点嘛探到5区拢有。提照镜观察海鹰仔，则是观塘工业港管制区内底山坡，也是桃园沿海海鹰仔上密集的生态地。桃园市野鸟协会每年5月、6月拢会动员数十个志工，为桃园海华线北界到南界，展开沿海全面普查，确定海鹰仔生态状况。看到小燕鸥在孵蛋做巢，这么热的天气，这沙地又是这么的热，然后它在那个地方连动都不动，我觉得真的很辛苦。野鸟协会普查结果显示，5月有718只大只鸟仔，52尾收。到6月已经捕出42只细只鸟仔，大只鸟的数量也明显升悬到274只，收也有66个。其中关心的关塘工业港指3区依然是海鹰仔上重的生态核心地带，数量比去年成长4成。5月份刚来台湾，开始在做巢的时候，它范围不会那么大，等到我们6月份那个雏鸟出来的时候，破壳的，它毕竟要去觅食，所以说它的范围会比较扩张一点。根据普查结果显示，桃园沿海海鹰仔、大只鸟仔、细只鸟仔收的数量拢比去年较侪。生态热点也会高度集中的关塘港区，探到德葵、永汉渔港等5区。教会认为有可能是去年关塘港生态后期连接大水河甲满流因一条龙的收的经验，互海鹰仔选择分散做收，降低气候风险。不过，依然需要长期观察加数据支持。公视新闻桃园报道。来看高雄市教育局选红山2间国校啊，9月开学开始要学日本的做法，学生啊过车路就爱压机啊，要来提醒车就爱让过路人先行。将机仔行关关，提醒来往车辆有人要过车路，爱停让过路人。高雄凤山中山国小的大门前，因为无设车红灯，虽然学生囡仔上下课拢有志工在指挥，不过若是其他时段，无论囡仔也是附近的民众，要过这个路口拢爱等几步。有议员建议，会使参考日本的做法，过车路前先压机仔提醒。这段期这个就是加强，让人家更看得到你。那因为现在车子一台比一台大，很多真的是看不到了。还有小朋友，他会变不敢过马路。因为我们发现，近期有很多行人在穿越马路发生遗憾的事情，因为机车骑士或汽车驾驶他不专心，然后可能会导致车祸的事件。民众认为有市才会当有改善的机会。教育部初步选定凤山的2间小学来试办，对9月份开始实施。校长讲，因会加强对学生的教育，让囡仔知影这个机仔的正确使用方式。交通局也强调，学校周边会增加减速的设施甲标示，尤其对今年开始，这些学校附近路口嘛拢小刷恢复车红灯24点钟运作，目的拢是希望提升用路人的过路安全。9月的时候能够来进行示范，那后续我们也会根据评估它的效益然后再做后续是否有一些进行推广。过马路进前的时候，你就先压机起来。行过了，佮家己插落长，安尼安尼会当互来往的车辆看到你，会当帮助你，会当互人
知影讲你要过马路，就会当减速停下来。根据交通部统计，今年高雄1月到3月用路人交通事故拢总造成11人死亡。民众建议，伫咧试办的时阵，针对用路人甲骑车赛车的驾驶，嘛拢要加强教育宣导，安尼才会当看到成效。记者柯家祖、邱朝阳、高雄场报道。消署提醒民众伫国外买食食药品，也是医材、化妆品等等，拢有限制数量等规定嘛限制讲只当个人来使用，袂当买，违法上当是当方法上100万。伫要休热，未少民众准备出国佚佗，倒来台湾嘛会买一寡伴手。不过为福保消署提醒，民众伫咧外国买的食品、药品或者是医材、化妆品等等，想要再倒来台湾有量的限制，而且限定家己使用，袂当摕去买。亲像食品类、加盟讲啊、规粒的这种保养品，每一种上侪是12罐，拢总袂当超过36罐。一般的食品总重量是伫咧6公斤以内，而且价值伫咧1000块的美金以下，差不多代票3万块以内。若是有转卖情形，上当会当罚300万。古早的时候，大家都叫跑单帮嘛，哈，那确实是有这个专门赚这种价差的啦。但是现在法规已经很严谨了，就不要再做这种事。他想要卖，那在边境完成查验程序就可以。另外，个人家己食的药品，毋是医生开药单的药品，每一种上侪是12罐，价量袂当超过36罐。若医生开的药单，若无早会当买的是以2个月的量为限制，若有早上侪是6个月的量。若管这药品，就一定爱照医生开的药单，而且上侪敢会当买6个月食的量。不是药商，就是不能执行药商的业务，那会违反药事法27条，那原则上会处3万元以上到200万元以上罚款。若个人家己使用的医材，OK 棒价量袂当超过60块，保险套袂当超过60个，卫生棉条袂当超过120支。若用一工都爱随单条单一度数的稳型目镜是60块，医用的喙罨上侪是250块。另外，消署提醒，营养非洲猪这疫情，民众毋通买或者是早有猪肉的产品转来，若无头一届违规会罚20万，第二届会直接罚100万。提醒民众千万都毋通摕头毛去试火。公司新闻台北报道。小金鸡歌剧团今年创团60周年，拜六要伫台中的中山堂来演出三国戏《好义相传奇事》。团长林美秋伫台中教歌戏20多档，学生也是真多这届学生甲老师做伙来搬戏，要来庆祝小金鸡60周年。甲传统的古册戏搬到室内剧场，所有站头、布景、灯光、唱念、念脚步、手路，也拢爱设计过。这出好奇相传奇事是小金鸡歌剧团2024年入选团艺中心的大家出。为了要庆祝小金鸡歌剧团60周年，这出经典的作品6月2八伫台中中山堂，要搁再重现经典的古册戏。伫歌戏咧，三国戏是感觉起来就是大艋大架，5艋5架，像是真传统的物件。但是这出戏是比较属于是比较有个家庭友好的一个戏站。题目正版交予我，到今已经有60年了。我希望就将小金鸡带入剧场，继续传承落去。为了要让小金鸡歌剧团60周年的大戏搁较有意义，这回甲老师甲各学生拢找回来做伙演出。林美秋团长伫中部地区传承歌戏教学有20多年，真侪学生拢是自细汉就学歌戏，到达有关尽心力伫咧传承文化。这回要找在地高中合作，希望甲实际演出的训练，让学生上直接的呈现。我为高小和美秋老师学歌戏。这摆60周年转来斗做，有一种转后头厝的感觉。后来我去台北学音乐，这届我是担任舞兵领导的部分。以前看歌戏的时阵，就是感觉会足厉害的。伫哪里来到这，我感觉学着真济安尼。这摆小金鸡歌剧团要举办4场校园和社区的歌戏讲座，希望将小金鸡累积一家子的歌戏底子，透过讲座回馈社会，让民众更加了解歌戏文化，做伙来支持。记者郑家豪台中报道。为了保存消息中的母语台南大学教授利用 AI 模型收集21万笔台语甲英语的资料，训练机器人会当用台语还是英语来开讲。那么做伙来看卖。
因为机器人会晓讲台语、比动作，即阵眼睛两台机器人会晓互相对话。只要人先开一个主题，机器人就会自动接落开讲，无论是用台语也是英语，拢无问题。这是由台湾大学李建兴教授团队参国防中心合作研发。去年伫林地国小推广，训练学生讲母语效果真好。即阵因阁收集日本的资料库，嘛通会当讲台语、学日语。对去年开始到今，收集21万笔台语甲英语的资料。德光中学也是仁德国中去收集咱的资料，阮会甲这资料做清洗，安尼交互阮导师底下的知识中心来去做迄个微调模型。阮上课的时阵咧做练习，一部分是讲下课的时阵会当交阿公阿嬷做互动，所以真受囡仔欢迎。AI 训练常常爱连网络，若伫学校推广会有困难。早期一个模型就需要32G 显示卡才走会行，负担真大。这回因让10个月改良，总算研发出免网络得当使用的版本，要打造咱台湾本土语的 AI 主权。教授讲，这个模型已经完成国中小顶学期的台语教材训练，未来继续强化资料库的内容。咱更大的进展就是单机版，咱较早拢爱网络，咱即马第一届甲咱的系统，咱的 AI 模型拢放伫单一主机，咱希望后办咱的手机啊、咱的平板，咱家己的个人电脑，都拢会使来用这套系统。安尼咱要落地，咱会使甲这个系统来推广咱台湾的大个管区。母语保存的工作袂当拖。李建兴教授强调，收集资料库唔仅伫台湾，嘛通收集到各国人讲台语，透过系统来训练强化语音辨识度。伫本土嘛收集各地头讲台语的腔口。团队7、8月去法国、加拿大做推广，因毋望透过科技的力量，互本土语通早日国际化。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入围今年台语最佳女歌手顶四个奖，来自嘉义的王慧竹，伊伫去年发行伊头一底台语专辑，伊的歌主要是写亲情甲家庭哦。伊嘛望讲透过音乐会当来安打需要安慰的人。当过来甲阮白头鬃，甲阮做好人，暗时着迷茫，去装一张空。用记忆内的滋味来唱失地的故事，其实王瑞竹伫2017年就写出《歌里采梅》这首台语歌。伊讲这虽然是别人的故事，不过见摆唱，拢会互伊想到旧年来受病症折磨的老爸。这首歌就收录伫咧王瑞竹的头一张台语专辑《达达点》伫内底。也毋过，去年发片了后1个月，伊的老爸就过身啊，嘛，互伊感觉真遗憾。我毋知影要安怎讲呢？对咱即种平常时毋敢甲家己的困难讲出来的人，我感觉音乐这个歌曲对我来讲是一种真好的方式，真好的寄托。王瑞竹表示，人生难免会志方得地，所以伊嘛透过轻轻啊背的歌词，毋望用温柔的旋律来了治济沉重悲伤的时刻。阮自好势好势掺着淡薄仔笑亏，袂要紧，只是也袂开花，歹沉重的悲伤，嘛爱轻轻啊背。王瑞竹今年入围金曲奖台语最佳女性歌手，含年度专辑等等拢总4项。专辑内底有老母的形影，有已经离开的家己旧厝等等，所以伊选择用上亲密的台语来唱歌。事实上，王瑞竹讲家己学生时代的梦想，一直拢是想要做一份稳定的工课。伊毋捌料想到音乐这条路竟然已经行10几年。我感觉对我家己来讲嘛，是一个对我这10几冬的打拼一个行动，一个，互家己会当阁有愈侪信心，会当继续写歌曲、继续唱歌的一个真重要的证明。王瑞竹表示，今年侪入围金曲奖的台语创作者，真侪拢是少年辈，伊认为这是真大肯定，伊嘛期待未来台语音乐会当愈来愈丰富。记者卢尚珠、郑俊友台北报道。下晡尾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
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